Hello， 各位觀眾聽主要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Go Go Go Hot Boy》。又到了民主來到大家走掉的一個時間嘞，有沒有很興奮？我們做這麼多道菜，你學會做幾道菜，而且你又記得幾個客家詞呢？今天明珠要教大家做這道菜，就是西瓜配蔥，看看你會不會做，看看明珠怎麼變化嘍。嘿，既然是四季肥潮，一定有用到四季豆。四季豆的客家話講法呢，就是 Mintel。好，四季豆準備好了，肥腸準備好了。那各位觀眾朋友，我們常做料理的時候都會用到辣椒。辣椒你會講這個客家話嗎？就是辣椒哦，辣椒哦，也要記清楚哦，記在腦海裡。待會我們就要開始變化做料理嘍。待會呢，我們就要把這個 Mintel 放下去炸嘍。那這也是今天順便要教大家講的一句客家話，就是四季豆炸過脆脆的，就是 Mintel 鋪過變脆脆。Mintel 鋪過變脆脆就變得很下酒嘍。現在呢，我要先煸香爆香一下。接下來呢，我就要把我們剛才已經炸好的肥腸跟四季豆放下去一起，再拉一拉就 OK 了。到底我今天做這個四季肥腸有沒有成功呢？請我們試吃員來幫我們吃吃看。你是客家人嗎？不是哎。好吃嗎？好吃。真的嗎？真的。好，你有沒有感覺這個四季豆炸過後變脆脆的？來教你講一句客家話，就是四季豆炸過後脆脆的。客家話講法就是 Mintel 鋪過變脆脆。Mintel 鋪過變脆脆。很厲害耶 ！Mintel 鋪過變脆脆，脆脆的中文國語的意思就是脆脆的。很像中文。有點像，對不對？謝謝你。Hello， 各位朋友們，今天呢又認識了一道新的菜色。那麼你們有把客家話也記在心裡面嗎？沒關係，明珠負責幫大家再複習一遍哦。來看到第一個就是四季豆 ，Mintel。第二個呢就是辣椒，辣椒。第三個我們來學到一整句話哦。來看這句話就是四季豆炸過後脆脆的。Mintel 鋪過變脆脆 ，Mintel 鋪過變脆脆，四季豆炸過真的很香酥脆，很好吃。下一次自己動手做做看的時候，也別忘了複習一下你認識的新的客家詞。下次見，拜拜。